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 欢迎来到 Lisa 的俗语教室。咱今仔日要来介绍两句足成的俗语：一暗无眠，三暗补袂精；甲一暗无眠，三日睡神。无眠就是在讲困了无够，困了无好，也是失眠的意思。睡神是因为疲劳无精神，所以无法度专心，精神袂集中的意思。补袂精是无够，补袂起来的意思。好，这句一暗无眠，三暗补袂精，甲一暗无眠，三日睡神是啥物意思咧？这两句就是咧讲，你若是一个下暗困了无好，也是困了无够，就算你补三个下暗嘛补袂起来。就是讲我今仔日下暗困了无好，我隔天暗时过来困，下早起来的时阵嘛是过会感觉忝忝睡神睡神。第二天暗时过来困，过顿工嘛是过会感觉忝甲睡神。第三天嘛是同款，这就是一暗无眠，三暗补袂精，甲一暗无眠，三日睡神啦。这两句一般拢袂做伙用，因为是同款的物件，所以要用的时阵，经一句来用就会使啊。Lisa，你是安怎？哪会看起来遮忝？你是昨暗去做苦工呢？无啦，我着昨日规暗拢咧读册，基本上拢无啥物困着。哦，你这就是人讲的一暗无眠，三日睡神啦。哈？你讲啥？好，安尼大家拢知影，一暗无眠，三暗补袂精，甲一暗无眠，三日睡神是啥物意思？要安怎用啊？吼！好，我是 Lisa， 今仔的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我影片的话咧，我会把起赞歌来分享出去，也未订阅观众朋友，我会起只订阅咧，开小铃铛，安尼开始收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未记 Lisa 会员这都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 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个啊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